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浙江广电新媒体《奔跑吧少年》第4季，我是主持人梁村，大家可以叫我村长。村长好。同时，我也是浙江卫视《王牌对王牌》的游戏导演。4个字，春晚上的一个舞蹈哈，只此青绿。哎呦哦，谁啊？春晚上的一个舞蹈吗？刘涛会不会是我刚才那2部学的还挺像？从高楼林立、节奏忙碌的都市里，来到一个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，享受一下安静的时光是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今天的比赛和挑战就在我们的北溪村要开始了。奔跑吧少年第4季由宁波永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独家冠名，感谢本期场地特约支持余姚市自鸣山镇北溪村，感谢服装指定品牌九牧校园对节目的全程支持。今天也给你们请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嘉宾，他是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，同时也是我们浙江卫视《中国好声音》越剧特别季的乐声桂冠获得者，她就是陈绿君姐姐。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的君君姐姐，来，掌声邀请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小朋友们你们好。然后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刚刚介绍君君姐姐是什么身份？小太阳，再想想接近了。什么？小百花。哇，对，殷芷溪同学非常厉害，小百花，对，她是我们浙江小百花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。有没有听过越剧？听过。知道越剧是怎么唱的吗？不知道，就是不太熟。是嗓子唱的。是。你们觉得呢？越剧是怎么样的？吊起嗓子唱的吧。好，那我教一下你们一句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，好不好？我教你们一个林妹妹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事业多情应刚侧身。是不是很好听？但是很难。是的。谁想挑战一下？我们每队推选出一位同学挑战一下。小韩总。小韩总。小老韩。他自配。哦，好的。哦，我们的李泽瑞同学毛遂自荐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他冷笑了几声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事业多情刚侧身。鼓励。其实我感觉边上的小朋友们也已经会了，好不好？鼓励一下小瑞，也鼓励一下自己。是的。我常识。韩旭同学要不要挑战一下？老韩小伟。那君君姐再教你一遍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弯弯绕绕。掉下个林妹妹，事业多情应刚侧身，事业多情应刚侧身。很棒，不够，给掌声！我在小百花等你们哦，等你们。对，你是女子剧团，也可以有乐队、舞美、灯光、化妆、服化，有很多很多。好的。有男的吗？有啊，但是男的不是演员，女生，对，演员是女生。那刚刚君君姐姐给我们展示了非常好听的越剧。那其实，在很多的平台，很多朋友都看到过君君姐姐非常优秀的、非常美丽的一些表演。哦。那接下来是不是给我们小朋友们带来一段示范的演出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有请君姐姐先准备一下。好的。君君姐姐已经换上了她非常漂亮的越剧的服装，大家觉得帅不帅气？好，既然帅气，那我们让君君姐姐给大家科普讲解一下这身服装吧。我今天穿的呢是我们戏曲舞台上的小生服装，对，它是有水袖的。水袖呢是我们
戏曲舞台上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。一般小生的服装，传统的服装呢，它的水袖长度是1尺2。那我今天穿的这个长度呢是5尺2的长水袖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长水袖的戏曲身段表演。好，我们掌声有请，来吧，展示，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个在中国好声音越剧特别季的舞台上，他有表演过的。哇，来学一下这个，好像片花，这好像就叫片花，双片花。电风扇。对，感觉像电风扇。这个是双收袖，对吧？哇，哇，再次把我们很厉害的这个掌声送给君君姐姐。让我再解释一下，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有风，本来呢还可以给他们展示一下很多抛的长水袖、收的长水袖，但是因为有风，它这个场地限制，所以只能展示片花给大家看啦。现在好像没风了。问一下，刚刚哪个动作叫片花？哪个小朋友可以示范一下？转，用电风扇要转呀转呀转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在热的北溪村转呀转呀转，就是这个动作，像电风扇一样。好看吗？喜欢吗？你电风扇给它扇风。哦，我电风扇给它扇风。哦，谁？可以。好，一对只有那你们一起站。都是。然后这队体验一下，小心这个扇不好可能会打到。有感觉到风吗？啊，感觉像是一个面皮。擀面皮。对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哇！帅爆了吗？哇！帅！你们问一下，这个要学习多久？要学多久？新柔问这个要学习多久？这个其实片花这个一个动作好了。一个动作需要千锤百炼的在台下的训练，就像你学习跳舞啊，学习别的任何的艺术的门类的时候，它都是要苦练基本功的。姐姐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15年、18年，反正好多年了吧。15年。但是你要学的话，你应该很快。为啥？因为你聪明。哇哦！我们刚刚看完君君姐姐非常漂亮也非常震撼的这个水袖表演之后，那有请我们大家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？从这边，我们从我的右手边的第一位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金芷溪，我今年10周岁了，我来自浙江省杭州市。我平常的爱好有画画、唱歌、钢琴、朗诵、主持等。谢谢大家。好。大家好，我叫沈嘉诚，我的爱好有声乐、古筝。我今年12岁了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蒋欣柔，我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的杭州长江实验小学。我的兴趣爱好有唱歌、跳舞、画画等等。谢谢大家。非常的全能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泽卫，我出生于2015，我今年快8岁了。哇，8岁了。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。高尔夫还有高尔夫还有什么？架子鼓，哇，都很帅气的一些爱好。哇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掌声送给李泽瑞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薛胜凯，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、画画、朗诵、足球等。我今年9岁了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很厉害，小凯，你能唱、能演、能跑、能跳，很厉害。我叫谢楠，我今年9岁了，我来自绍兴。我的爱好有跳舞、唱歌、画画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严苗轩，我今年9岁了，我的兴趣爱好有足球、朗诵、画画等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韩旭，今年11岁了，我来自浙江省宁波市，我平时的爱好有马术、唱歌，还有弹吉他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有请我们第4位小朋友。大
家好，我叫林诺周，今年10岁。我平时喜欢声乐、朗诵、舞蹈、钢琴，很高兴能来到《奔跑吧少年》节目组，和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一天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于少婷，今年10岁了。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羽毛球、走秀、声乐。谢谢大家。还会走秀，都身怀绝技。哇！刚刚我们小朋友们都介绍完了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小青蛙。哇哦，小青蛙！大家猜一下它是干什么的？打戏。我是小青蛙。小青蛙。它其实相当于《王牌对王牌》里面的黑衣人，就是大家做游戏输了的话，就是他来进行非常清凉的惩罚。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，大家期不期待？期待。好，让我们3、2、1喊出我们的口号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活力亚运，涌动未来，奔跑吧少年！好的，我们今天第一场竞赛的名字是越剧锵锵锵。游戏规则是10位小朋友分成 A、B 2个组，这一会儿君君姐会教大家3个越剧小生的基础身段。大家记住了，这3个越剧的动作会成为锵锵锵游戏的指定动作。等一下会请我们的君君姐姐来示范一下。那每个小朋友拥有1次进攻的机会和1次防守的机会。那如果进攻方摆出的动作与防守方的动作一致，那进攻方得1分；如果动作不一致，就是防守方得1分。在比赛的最后，积分最多的队伍获胜。在最后，如果输的队伍要接受我们小青蛙老师的喷水惩罚。在我们游戏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喊出我们的口号：3、2、1，活力亚运，涌动未来，奔跑吧少年！好的，在我们比赛开始前，请我们的君君姐姐先示范一下3个动作。迫不及待的要去了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3个基础动作教一下。我们先请君君姐姐示范一下3个非常重要的动作，来吧。我给大家示范一下3个动作。这3个动作呢，是我们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里面的3个非常简单和基础的动作。一个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似一朵青云刚出岫。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眼睛有似花草水。在小朋友，让你们为了更清晰的理解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，我们请出我们2位工作的导演来示范一下。有请我们的导演来示范一下越剧锵锵锵。攻击方谁是防守方？来站中间好了，中间。这是大家看清楚啊！宝玉和黛玉的对决。我和对一起匹配。对 ，OK， 是这样。这个姐姐是防守方，她是攻击方。好，3、2、1，游戏开始。你喊锵锵锵锵。好，这边得1分，该你攻了。锵锵锵。这边得1分，1比1平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游戏结束，然后先入队，然后换另外一队。对，然后最后计算总得分。这跟我们学的动作不一样，他们做的不标准，你们做的是标准的。来，要按照你们标准的做啊。好的，我们的游戏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下哪一队先想派出第1名？是绿队有吗？在。你 OK。我被他推出来。我们加一个新的规则，就是你可以喊出1名你想挑战的单挑的。哦，你想挑战谁？来，你想 PK 谁？哦，2个男孩之间的对决。来，我们中间站一点。我们开始之前先1句话跟对方挑战一下，有什么话送给对方？还有什么话？为什么不吧？不是，有什么话送给对方？比如说今天我必霸气一点。霸气一点。3、2、1，一句话。友谊吧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他说友谊第一。友谊第一。友谊第一，好，来吧。谁先攻？就剪刀石头布。3、2、1。手剪刀布。好，你先攻。这是攻方。要怎么弄？开始了，3、2、1，摆动作。啊呀！这个算第1个动作。好，攻方得1分。重点不，我猜了。等一下，重点他们不标准的还一模一样。对呀，你们都没有学会，但是摆的动作是一样的，因为他赢了。然后该你攻击。第2次了，第2次了。想好啊，想好什么动作，想他会做什么动作。来，3、2、1。
你在干什么？你感觉一直在模仿他想做什么？你干嘛呀？但你是攻击的，你不能比他慢。对，你要先出，不然就有好。老大摆就是这个。枪。好，好，就这个。好，然后这个后面摆好。你摆好了吗？摆好了。哦，不一样。这得分1比0，好1比0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3、2、1，3、2、1。好，你赢，你攻击啊。然后锣声响起之后，你要喊枪，最后你定的时候必须摆出个动作，你也要摆。好，不能等别人啊，就是听到他最后一个字。枪说完以后再摆。就是说完了再回去。枪。一样的对吧？得分1分。哎呀，再来，你攻。你来。对，你要喊枪，该你攻击，最后你攻击。怎么又是这个？那就1比1，1比打平。谁先攻？好，呛哈，你自己喊。枪。哦，不一样。枪。啊，耶，那就是还是他得分。他得分了。好，听老师的锣声。哎，你这啥？一样的。在这边得分。对，蓝色的。没事，不急啊！加油！我们有可能扳平的。枪。哦，这还是一样的。打平，对，他得分，你得分了。那就1比1。你们个人比赛1比1，罗生老师。3、2、1。枪。耶！是这样得1分对吧？来，是。该你了，枪。耶，你得，又是你的1分。让我们最后看一下两队的比赛成绩。6比4，获胜的是华队。耶！输了。怎么还误伤他？绿队怎么可以跑的？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的比赛以我们绿队失败告一段落，但是我们下一轮比赛一定要取胜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加油。好的，让我马上进入下一个游戏，喊出我们的口号。来，3、2、1，活力亚运，涌动未来，奔跑吧，少年！好的，现在就开始竞赛。竞赛的名称是惊心动魄的少年。游戏规则：两队分别派出全员队员，走过惊心动魄的木板走道，最后根据两队用时来分出胜负。比赛的最后，根据两队所用时最短的获得比赛的胜利。那输队要接受我们小青蛙的清凉惩罚。那在游戏开始之前，首先有请出我们的安全员老师来讲解一下注意事项。有请我们的安全员老师来，掌声有请。我是今天这些小勇士的教练。我们这座铁索桥宽102米，高15米，承重有4000公斤。像孩子穿的这个安全带，承重是400公斤。通过这次活动，锻炼孩子们的胆魄，勇往直前，所向无敌。勇往直前，所向无敌。刚刚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两个队伍通过猜拳的形式，已经决定出由我们的绿队率先挑战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然后大家一起再喊一下我们节目口号：活力亚运，涌动未来，奔跑吧，少年！挑战开始，3、2、1，出发！哇，我们后面会有一位安全员老师跟着他。小柔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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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柔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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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柔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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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挑战成功！
朋友小柔，你刚才是第一个挑战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呀？我感觉很爽，因为我以前就玩过，我就觉得它这个彩虹的颜色很好看，然后我就走了，然后感觉也没有很难，就感觉很好玩。你们发现没？小瑞刚刚出发的时候非常的快，但是走到了大概这是1/5的时候开始放慢了脚步，而且他走的特点很明显，就是单脚往前走，左脚迈一步，然后右脚跟上，左脚迈一步。但这样是比较就是有自己的节奏，就比较能够掌握好这个步伐。加油加油，马上到啦！加油！我不看就没有，谁要看？宝宝，我刚刚一直在喊，我能做到它。对，你完全做到了。小凯他的节奏就比较快，因为他是双脚前进，然后刚刚小瑞可能他对这个评估是觉得单脚前进比较适应，所以小瑞刚刚是这样单脚前进。好厉害！小凯好棒！加油！玩到了！就是之前就是对自己心里说，不要怕，这没几米的，没高几米。后面2位都是希望能给我们争取一下，能得赢吧。加油，金志熙！小溪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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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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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力无敌的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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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后面越来越快了。什么？有没有听到我的超级无敌大加油？对，没有。刚才我们小瑞给你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加油。那你现在再给他。谢谢。好，3、2、1 ，Go！ 哇，他的速度也是蛮快的。那其实整个绿队只有第2位叫小瑞，他的这个过程中比较慢一点，保守一点，对，求稳。越在中间越会晃。对。好快，好快！小陈加油，你好快！加油加油！小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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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你好快呀！就不要看下面，一直看那个木板就不会害怕。好，少廷加油！少廷加油！少廷加油！3、2、1，开始！少廷加油！我感觉我们适合不说话，因为他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。对，他喜欢平稳一点的。对。我很慌，心里很虚，我怕一脚踩空掉下去。我呢，想要现在走得快一点，那我也不知道后面这位能不能跟上。你能跟上吗？老师可以吗？老师完全没问题。3、2、1 ，Go！ 说好的快速走过去。对啊，他刚刚是怎么说的？他说这样快速的走过去，飞快的走过去。对你虽然你虽然人数少，但你声音响。加油！加油！继续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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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想了，我跑得越快，那我紧张的时间是不是越少？紧张的时间越少，那不就更不害怕了吗？所以我还不如赶紧的过来。哦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上去扶他一下，让我扶一下。接个掌。准备好，3、2、1 ，Go！ 诺州，飞翔海鸥 ，Go！ 好，那祝你好运，祝你顺利完成最后的挑战。好，出发，楠楠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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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帮你扶住吧，这个绳子，这样你。对，我帮他扶。好，我们帮他上岸。好，击掌。好的，我们2队10位小朋友都完成了高空索道的挑战。那接下来，看看我手中2队的成绩如何。哇哦！哇哦！首先公布我们第一组绿队的挑战成绩是13分钟23秒，掌声鼓励，感谢你们的挑战。我来公布一下我们黄队的时间，你觉得比13多还是少？少。好，黄队12分，用9分34秒获胜。那我们的小青蛙老师准备惩罚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不是小青蛙惩罚吗？怎么那么多青蛙？活力亚运，永动未来，奔跑吧，少爷！好的，今天比赛最终的游戏是保卫撕名牌，有没有很期待？好，我来介绍一下保卫撕名牌的游戏规则。我们每队是已经选好了1位队长，分别配了1个旗帜，然后同时呢有4位队员。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好队长的这个旗帜，不被对方拔掉。队长是不能参与攻击的。然后呢，队员是保护好队长的同时，要保护好自己身后的名牌不被撕掉。如果比赛中队长的旗帜被拔掉，则你们队伍输。如果你们队伍的4个小朋友的身后的名牌全部被撕掉，也算你们输。但是如果在单位时间内3分钟没有决出胜负，则看谁撕掉对方的名牌多，谁就获胜。3分钟，那就。然后注意我们这个肢体交锋要适当的控制好自己的力度。趴着。来，最后的决战之前，让我们喊一下我们今天的口号：活力亚运，永动未来，奔跑吧，少年！来，小朋友们，在游戏开始之前，注意这个是比赛的中线，队长不能过中线，其他的小朋友可以过中线。队长不能过中线啊！但是攻击的同时，注意好保护好自己队长啊，因为他在大后方。开始。好，计时3分钟。哦，小心，队长，队长，保护好队长，找一下对方的队长。然后也可以撕。出界了！出界不算啊。出界不算啊，要在这个红色里面。界里面撕掉了，然后也要撕掉对方的名牌啊！哇，现在场面有点焦灼，我都不知道看哪里。快去帮他呀，宝宝！可以撕名牌啊！哎，小保护好。回到场地内。队长，可以跳过他。你们队长是跑出界的，没怪我。有人撕掉了吗？还没有。没。好了，我现在满眼都是小朋友。现在的场面非常的焦灼，我们看到了小韩被逼到了界限之外吗？小心！别抓我呀！然后这边黄队的队长非常的淡定，所有人都在忽视他，没人管他。来，绿队可以攻击这个。护着他吗？对的。这样你们可以先解决对方的1个队员，这样比赛就好打了。那就你呗。一个人转，你要一个人去。
们可以联盟2打1，找一个。2打1，手拿着，要不然太。可以2打1。老师，你们俩干嘛？真是硬车。这边快掉了啊！啊！太长时间了。我们旅队要阵亡一位了。你是不是加油？薛胜凯加油！加油！小心！注意好力度啊，要温柔一点。薛胜凯的衣服都要被撕掉了。好，要三连败吗？小心！注意安全，要温柔一点。你好，老师总是抽我，还总打我。不能那个，可以温柔一点。不行，我只能这样。找队长。全家去。找队长。哪个？哎，李泽瑞，不能。队长不能护着旗啊，手不能护着长的。队长不要过线，队长不要过线。队长不要过线，回到。不要过线，他手边我只能在。哇！李泽瑞又阵亡了。跟着小青蛙老师走吧。黄队的2分，他说我的。还有30秒，加油！继续来。还有30秒。去找他们，队去找他们队长。队队找他们队长。找他们队长，还有直接找队长。队长小心，队长小心。找队长，小心人不要撕了，找队长。找那个队长，找他。拔他的旗子，把他拔了就赢了。管好自己。我们队长在哪里？快找队长。找轩轩。我们也没有他。你们是在挡拆吗？他又出现了，老师。应该还有最后10秒吧，10秒钟哈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哇，4、3、2、1。哎，队长名牌撕了。没有，不是队长，队长在这儿。队长名牌是撕了。没有，队长没有名牌。哦，没有名牌。他们撕了。好的，我们非常精彩的撕名牌已经告一段落。最终我们黄队是撕下了2张名牌，然后击败了绿队只撕下了1张，所以是2比1，黄队胜。耶！黄队胜！好的，我们3轮比赛也都顺利的收官了，然后公布一下最终的总成绩。第1场竞技获胜的是黄队，恭喜！不要是我的台词。第2场竞技获胜的是黄队。第3场竞技获胜的是黄队。所以总比赛获胜的是黄队。恭喜黄队！好的，经历了3轮非常精彩的比赛，让我们恭喜黄队以3比0拿下了全部的胜利。我们真不尴尬。然后尴尬。然后恭喜黄队的同时，让我们有请出我们北溪村的卢老师为大家颁奖，有请。来，欢迎卢老师。欢迎卢老师。来，卢老师分享2句。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北溪村啊！下次多再来吧。大家在北溪村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因为输了，对不对？再接再厉。我们把下一季肯定失败是成功之母。对，下起来。下一季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，战略。下一期你们3比0。OK。战胜他们。好的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今天非常努力、非常认真工作的小青蛙老师为我们递上奖牌。卢老师，首先恭喜我们的小凯，感谢卢老师，恭喜小凯。第2位是我们的泽瑞，恭喜恭喜泽瑞。小柔，恭喜啊！恭喜小柔。沈嘉诚，恭喜沈嘉诚同学。
金芷溪。恭喜恭喜金芷溪小朋友。少婷，因为我最帅哥，恭喜！恭恭喜少婷。诺州，恭喜诺州，恭喜诺州，感谢卢老师。韩旭，不是小老韩，恭喜小老韩，恭喜楠楠，恭喜楠楠，恭喜我们的小队长，恭喜轩轩。好，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，我们美好的旅程要在这里收尾了。奔跑吧少年第4季由宁波永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独家冠名，感谢本期场地特约支持余姚市四明山镇北溪村，感谢服装指定品牌九牧校园对节目的全程支持。然后最后让我们喊一下节目的口号：3、2、1，国立亚运，动动未来，奔跑吧少年！我是中国舞，可以来一个古典一点的，我现场编都可以。我提着一壶酒来，看花开花败，南山总月间有多少男欢女爱，你不该看我那春色又入怀，慢慢猜，从今生来只在你的。我们苍老的时候，就回到小时候，才青梅用来酿酒，你不许偷着喝，穿朴素的衣裳，牵着那衣袖，捡了小猫名为苍狗。我们睡去的时候，像孩子无忧愁，反正也很难上，锁着岁月如小偷。若记忆被偷走了，忘了我的爱，我会说你好啊。我曾在雾中迷茫，海上流浪，跌跌又撞撞，试过坦坦荡荡，用一身伤，涟漪没寻常，前方似雨披上，遮不住我锐利的锋芒。你听啊，是呐喊在回响，只要你目光是瞄准月亮，迷失过又何妨，在星辰之间流浪，也不负这场勇往。你未必光芒万丈，但始终温暖永光。愿多年之后回想，仍不会少年模样。写大叔的年轮，来自没曙光的馈赠，写故事有多美，以自于我们。And all my love, holding on forever, I'm reaching for love that seems so far.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,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, to see you once again, my love.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, to find a place I love the most, where the fields are green, to see you once again, my love. 要动起来，到未来，永远永远动，必须得动。杭州亚运会加油！为杭州亚运会加油打气！我为杭州亚运会加油！杭州亚运会加油！